哋嘅新頻道 GrokTech， 我係你嘅主持人Grok。今日係2025年11月19號星期三。我哋每日都會用廣東話同大家用3分鐘左右快速講下當日最熱門嘅科技新聞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啊！唔好錯過啊！今日頭條絕對係 NVIDIA， 佢哋喺第三季財報 FY 2026 Q3就係今日美股收市後公佈，市場超級緊張啊！因為 NVIDIA 係 AI 晶片嘅大佬，之前 Blackwell 系列延遲過，但而家大家都期望佢哋 revenue 爆升啊，可能超過500億美元。如果數字靚 ，AI 股會繼續飛天啊！如果唔及預期，就可能引發科技股嘅大震盪啊！投資者同華爾街都屏住氣等緊呢個 AI 試金石啊！第二條新聞，投資界開始對 Big Tech 嘅 AI 泡沫有啲擔心。有對沖基金經理 Balsuen 呢個唔識讀啊嘅 Saba Capital 最近買咗好多 Big Tech 公司，例如 Microsoft、Amazon、Meta 嘅信用違約掉期 CDS， 即係賭佢哋有信用風險啊！反映部分人覺得 AI 基建燒錢太勁，萬一需求唔及預期就會爆煲啊！不過同時呢 Amazon 同埋其他巨頭今年 Capex 都狂加，接近1000億美元建數據中心啊 ！AI 熱潮仲未完啊！第三條啊，量子計算又有新進展啊 ！IBM 最近公布咗新嘅 Loon 同埋 Nighthawk 量子處理器，計算能力比之前強好多啊！專家話量子電腦未來可以解決一啲傳統電腦要幾千年先計到嘅問題，用喺藥物研發、加密同埋金融都超級勁啊！雖然仲係早期啊，但係2025年量子賽道越嚟越熱啊 ！Google、Microsoft 都喺度追緊。最後一條輕鬆啲啦 ，NASA 同埋歐洲伙伴呢前日用 SpaceX 嘅 Falcon 9發射咗 Sentinel-6B 衛星，專門監測海平面上升同埋海洋變化。SpaceX 又一次完美咁樣回收火箭啦，證明私人航天越嚟越可靠啊！好啦，今日嘅 Rock 新聞就到呢度啦，幾分鐘嘅快訊就夠晒精簡啦。你覺得 NVIDIA 財報會點呢？留言話我知啦，記得 subscribe 同埋 like 啊！聽日再見啦，拜拜。